昆虫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生物族群，佢哋满哪嘢都有，长长嘅身影总是像人哋嘅目光。台湾昆虫王嘅度嘅生物众多，人哋三无买了嘅佢哋。佢哋上來覺得乜嘅用嘅秘密生法咧，就本人哋去下出發，尋看那看在人身邊嘅蟲誒。蟲誒，抗人潛。愛情蟲誒係麼？嘿嘿，老太家講一隻小秘密，其實屋下嘅陽台也係社區嘅花園，都有昆蟲嘅身影哦。邊看那屋下接看得到嘅吉利樹，就可能有更多嘅樹木，因為有條楓葉嘅幼蟲，正好是吉利樹嘅葉尾，搭心嘅楓葉阿妹，會透吉利樹嘅嫩葉來生卵，本季嘅小鵝仔一出世就有齊齊嘅食物好食。對一齡幼蟲，一直到3齡幼蟲，都係呈青色，還有白斑。佢哋兩種唔單樣嘅色，其實係在學雕時，本天體唔可以一下就發現到佢哋。一直到4齡幼蟲，佢哋將會換青色嘅外衫，青色。那是一種當好嘅保護色，就算冇注意本天體發現，幼蟲還有一個保命嘅大絕招哦。楓葉幼蟲本人好多嘅時節，會老頭拿還有胸脯餓起來，還利用體液撈觸角存出來，觸角嘅色凍漿。還有綠色嘅植物轉化出來嘅醋味，本上愛設計嘅天體冇辦法胃口。幼蟲清楚用嘅任務，就係建設形態，對人鋪出來，到4齡幼蟲，短短3禮拜天。這樣時，幼蟲會撈身體度嘅屎蚵槍，撈幾個吊起來，進到前蟲包嘅階段。等身體度神奇嘅變化，總算撈前面一層皮退下來。入到蟲包去，經過1禮拜，本淡青色嘅蟲包，天天地出現斑點，還有花紋。原來係蟲包肚嘅溶液嘅，準備要對蟲包肚轉出來哦。前面骨打開蟲包，新鮮嘅楓葉天天地轉出來。處理青年身體度嘅體液，然後將嘅液打開來，撒下來就要耐心等，等嘅液變較糟、較硬，就做得打開液，閉上天嚟喲。